观众朋友老早，欢迎收看2月16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怡真。新闻头起先来看，昨早时空军台东志航基地有一只永鹰高教机，那像是因为发动机过油，伫咧台东外海载落来，加载飞官是紧跳落甲伞，顺利脱伤。初步检查，这个人是干那侧伤，会住院观察。那空军司令部已经做专案小组来调查，行政院长邓英泰嘛，请国防部爱查明事故的原因。画面顶看到乌鹰直升机伫失事海域来进行救援吊挂作业，空军一只编号1130的永鹰高教机在起伫这片飞行训练时，因为将发动机故障伫台东东南外海摔落来。看到民众讲，飞行机起飞了后，就听到这个飞行机声音有一寡无正常。8点39分，我在我家做事，然后我听到嘣的一声。那个是异常的声音，在外海我就看到一个降落伞缓缓的落下来，就是战斗机，它就是平行的往海平面下面掉，就是不自然的飞，就是这样掉下去。我就想说，这是什么特别的训练嘛？然后结果就看到有一个降落伞在天上打开。飞行机失事的经过是，载起这只永鹰高教机8点38分，将发动机失去效能，发生飞安的事故。34岁4人的飞官及时跳伞落海，并且征召个人的救生小船。9点13分，乌鹰直升机成功救援。9点19分，搜救机降落机场，飞行员意识清楚。并且伫9点23分送往台东马街病院。教官人还好吧？好，谢谢大家关心。医师进一步说明，4名飞官拢知人经过包含脑部也有胸腔的电工、脑部电脑断层才检查，均无发现特别的各样。初步检查伤者身躯有小可切到无内伤，因为落水时有去砸到，所以讲要带医观察。大概外伤就是可以看到的一些表面的一些小的挫伤目前我们经过检查，它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内伤。对着外界关心汉翔量产机器不状况，也告诉来汉翔安怎配合调查这代志。汉翔公司讲，这要由空军来主导，汉翔公司配合办理。有关说明现阶段汉翔公司无方便表示。空军司令部已经组成专案调查小组，要来调查这个飞行机失事的原因。目前已停止该型机训练，并已编组专案小组实施调查，以厘清噪音，确为训练安全。行政院长杜英泰是伫面册讲，感谢现场救援人员甲相关单位，已经请国防部对这个事故原因来进行调查，就应该有停驶来进行相关的检验。记者综合报道。这只永鹰高教机是咱台湾汉翔公司家己研发制造的军机，这个是2023年11月成军以来头一届发生事故。空军表示，起飞无偌久，这飞官就通报讲2粒发动机拢出问题。专家认为，可能是有鸟夹入去，或者是去吸到其他的物件。所以，敬请全国人民对国军一定要全力支持。对空军永兴高教机对海以外总统大清调呼吁个人甲联谊调查应该全力支持国防，尤其永兴高教机是咱国际国造国防自主的重要指标。不过，自2023年11月才成军，就第一摆失事，而且用双发动机设计永兴，一般来讲，那其中一个发动机失灵，也可能靠另外一个完成飞行。不过，这摆空军指出，在起飞无偌久，就收到飞官姓林少校回报，双发动机失效，专家认为状况真罕见。同时，双发动机失效的状况之下，这几率是很低的，但却发生了。发动机是很脆弱，你哪怕只是一个小石头进去，都会造成压缩机叶片跟涡轮叶片打烂，那整个发动机就失效。现场飞官列车相当程度飞行时速，初步判定是认为所测记录较低。专家分析可能是机械或者是环境因素，亲像两个发动机同时互鸟弄到，或者是数字外来物件。详细原因要等找回飞行机的机体甲发动机残骸，才能进一步调查。有平面媒体报道，永兴最近已经发生3件严重物件数级的事件，造成3只发动机严重受损，意思是材料品质不如预期。空军这个制造商汉翔公司建议对策，包含它的附件齿轮箱，包含它的滑油系，包含它的涡轮段，还包括它的燃烧段，还包括它的压缩器段，那都要去做检查。
中英高教机已经接提到过 F5战机部分机任务，未来还会出台 AT3教练机，加入新一代空军飞行员养成机种。不过原本规划2021年到2026年，汉上要将66架永兴全部交付空军，不过受疫情冲击，进度延前。目前到41架，即马个发生事故，和汉翔是不是永驻机构机所有变数？记者综合报道。今日报纸写啥物？做回来看早报重点。先看自由时报，总统赖清德拜五开国安会议，讨论台美的关系甲半导体产业的发展，来应应 Trump 上任了后的经济政策。赖总统强调会扩大对美国的投资。若美国白宫嘛发布新闻，甲台湾答应投资的代志列做 Trump 重要政绩。再来看联合报。上北地区甲违规的车拖走的时，拢被淡水犁或者是公布提醒。新北市交通局今年签约的时，就要求拖吊车爱装公布设备，下半年开始施行。落尾来看中国时报，关公署公布218连假国内旅馆订房的比率，到10时为止，连假前2日平均订房率干那4.7%，本岛屏东2.4%是上少，花莲是2.8%。台中的新光三越爆炸造成39个人受伤，有5个人搁伫咧加护病房内底，其中3个伫咧台中的林森病院。因为这烧烫伤需要长期治疗，已经甲患者转去因徛家附近的病院。总统赖清德嘛有去病院探视，要求行政院要协助地方政府做好共安的工作。总统赖清德到病院探视新光三越爆炸案受伤的人。这等于爱公司爱检讨，因为恁工班就来做，都是恁负责的嘛。台中林森病院受地上侪受伤人有11个，总统赖清德指示行政院，和伤者相关的协助，佮协助地方政府做好相关的共安工作。希望主要出面的未来能够邀请相关的部门来协助各地做好公安工作。经济会发布15统计，爆炸案伫病院的伤者有39人，其中有5人伫加护病房，6人伫一般病房。林森病院也出面说明，院内3个加护病房的伤者，其中2个是外包机电员工，因为烧烫伤复原过程是时间真长，已经协助3人陆续转回因岛附近的病院。有一位，那有58.5%的烧烫伤及灼伤，那因为病情严重，昨天已经我们由专车救护车送到林口长庚的烧烫伤中心。那另外2位加护病房也都是烧烫伤及吸入性灼伤。那有一位今天会转到台北马街，那另外一位今天有做清创的手术，那预计下午也会转回高雄。伫爆炸的时阵，为澳门来一家7人第一时间受害，除了2人死亡，2岁囡仔加85岁查某祖，目前要咧救治。当初协助囡仔送医热心民众蔡先生，想起紧急状况，一直讲心内念头就是赶紧救人。抱个小孩子自学，然后我就想说，要不要我帮忙？我帮你做医疗这样子。蔡先生表示，迄一日是要去买物件，想要到拄到这个意外，除了感谢一路让路其他驾驶，也希望救治当中的伤者会脱离险境。记者综合报道。台中新光三越爆炸，业者讲会提供受难者补偿金，一个人1100万。因为这届爆炸造成百货公司内底2个做楼管的员工死亡，家属就质疑讲是安怎这楼管嘛要负责监工的工作。台中新光三越13发生严重爆炸，迄一天总经理吴新雄宣布，每一个罹难者会提供100万补偿金。15总公司佫对外说明，提关每一个罹难者的补偿金。新光三越这边也提供1100万为补偿金。1100万为补偿金，我们希望跟罹难者的家属一起度过这个难关。新光三越表示，除了对11位伤者拢表达上大关心，每一个罹难者的补偿金包含慰问金、保险理赔、甲其他补偿等等，拢提悬到1100万。也宣布为即马开始305个员工启动心理咨商甲带薪水公假，另外3500几位员工权益，爱进一步讨论。台中检调10时完成上验，佮通知16个证人到案说明。
本件事故相关人员是否涉及刑法之过失致死、过失伤害及公共危险等刑事责任，专案小组将会尽速调查、审慎厘清。在爆炸事件当中，不幸死亡2个楼管，其中33岁姓陈的楼管家属质疑，楼管的工作是正当，也负责监工，实在是无法度接受。做要几10年安尼，发生这无去，嘛是真艰苦啊！是讲工人拢无安怎啊？阮的在业的人伫遐有代志。家属表示，姓陈的楼管伫成功3月上班已经10多年，前一阵才多升科长，想袂到会做着不幸，希望真相赶紧调查清楚，互家属一个交代。记者综合报道。顶个月嘉义大埔地震高达20多天啊！台南南西区有700多栋厝受损，100多人安置伫咧收容中心。不过，这收容中心干那到这个月18就要结束啊！真侪受灾户唔知影刷落来要住倒位。徛喺头前空地啊，佮搭着布棚，顶面佮有篷布，以免互大雨淋湿。好佳在这几工，主持4工到3工收好厝，会当入去厝内底困。唔过佮惊疫情发生，布棚也是唔敢拆掉。没办法，因为那时候没修缮啊，就不敢进去住。嘉义大埔地震将近1个月，台南南西区1700多栋的建筑受损，部分的徛架逼起，无判定是危楼，民众就近住伫门口。不过徛架互搭着红黄单，无法度住的受灾户100多个人，目前安置伫咧临时收容中心，特要伫咧18号结束安置。市府建议受灾户租厝也是移迁。我当啊地震啊时，我着自立自救，我着去住亲戚遐，结果拢袂合。拢共麻烦，无就是搅扰着，所以我无法度才过来住遮。社会局表示，上紧17号开始陆续安置有社会福利身份、中介收入户，佮有领有新疆补助的民众，以及被带着红单身份优先，基础是黄单的民众，会尽力帮助受灾户。公视新闻李小米照管台南报道。根据疾管署的监测，新冠病毒伫咧全球流行的变异株是 XEC 疾型占上济。国内度感染科医师认为，刷落来2个月，新冠疫情会阁压起来，而且会和流感的疫情做伙滚架，建议民众就要紧去注意防晒。南汇内底摆甲外口，为方便民众，新北市卫生局伫卖场边啊设大型的注射站，提供主公费新冠肺炎疫苗的服务。你要给啉水哦，哈，你要休克。符合资格65岁以上人，也可用到电子肺炎链球菌疫苗。未少人伫中途过后，就到现场咧等。1点半开始，1点就来等了啊。该打的我们都会打，反正对我们有好处嘛。卫生局观察最近流感疫情滚架，也提悬民众防疫警觉，意外推出新冠疫苗的注射条。临床医师观察受免疫负载影响，呼吸道症状就诊进出欠悬，要特别注意新冠肺炎变异株可能加紧传播速度，可引起一波疫情。便利株当然还是要监控它对于我们呼吸道主要的一个侵犯的情况。那一般而言，主要还是会在于传播力会变得相对跟过去的旧病毒株会越来越传播的速度会越快。有3高的慢性病的病人啦，除了打疫苗，规则还是要最重要的，还是要规则服药。医师提醒，最近温度变化真紧，一时寒一时热，佫是呼吸道疾病好发的季节，要加加注意防疫。气象署表示，未来1礼拜内佫有2波大陆冷气团到会。很快的，在16号、17号、18号这几天，受到大陆冷气团影响，在北部跟宜兰地区。白天的温度很明显的会从今天的25度以上下降到大概是18到20度左右。气象署提醒，下礼拜3到4，大陆冷气团减弱暗晡早暗，温度依然偏冷。拜五各有冷气团到会，气温变化真紧，一定要注意温差，请护手。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新闻，乌克兰的车路兵核电厂去互无人机攻击，从外口的防护设备破去，加载波辐射流射出来。乌克兰佮一寡西方国家伫第一时间都指控罗西亚是凶手，不过罗西亚是翻头批评乌克兰咧白讲白贼咧搬戏。为监视器画面会当看出，自杀式无人机弄掉了后，爆炸所产生的火光，伫暗暝看起来真显目。Дрон на внешнюю кришку попав, пробив її, впав, зовнішню, вибачте, пробив, впав в цю систему і там вибухнув, да.
刷来的内部所翕到的画面，是显示无人机伫内部第2沿的牢固风雨大所引起的小规模火灾。人伫德国参加慕尼黑安全会议的国际原子能总署 IAEA 署长格罗斯，嘛伫第一時間接到報告。What happened last night, or in the early hours of this morning, was an attack with a drone with a conventional explosive charge, which affected superficially the roof of the containment. There had not been any compromise into the radiation area, and there hasn't been any release. IAEA 并无评论是倒一国的无人机攻击测量仪电厂。乌克兰政府是随批评罗西亚用无人机攻击无路用的核电厂，想要造成辐射外泄。大部分西方媒体嘛拢引用乌克兰政府伊的讲法，点名就是罗西亚发动无人机攻击测量仪。不过罗西亚随反应指出，这是乌克兰政府自导自演的做法，先攻击家己控制的无路用电厂，再搁把责任撒给罗西亚。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будет совершать атаки на ядерные объекты, потому что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т гражданскую ядерную атомную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у в качестве просто грязного ядерного оружия и исповедует ядерный терроризм. 测量仪电厂伫1986年发生第4号反应炉炉心扬起的事件了后，随建造临时的防护设施，含超过200吨的辐射污染物。为了更加长久的防止辐射外泄，乌克兰伫外界援助，为2010年开始建造新的防护塔，搁伫2016年完工使用到即马。叫无人机弄破的，就是这沿外口上新起的防护塔。公司新闻7家人编译。美国的加州今年1月火烧山，造成29个人死亡，2月煞搁拄着大水河，造成水崩山。这灾区电气无比严重过，加在是无重大伤亡。位伫洛杉矶东边的谢拉马德雷，伫大水河侵袭的这个位在山坡地的小城市，土石流是一直流落来。对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设置的监视器，以缩时摄影所翕的画面看到，对山坡冲落来的土石甲粪扫，伫山坳内底敢若像是放山坳相款，规个这条呢，经常是非常惊人。也伫山坡下面的民众趁雨势有较热，赶紧甲厝内外遮烂土甲土石清掉。It happened, very quickly, but it was very loud, and you could even hear the ground shaking and stuff. 洛杉矶每日新闻引用气象专家的分析指出，会造成灾情的毋是总雨量，而是单位时间内底快速累积的雨量。像这2天，伫加州的这个大水河有真悬的机会出现每小时超过2.5公分的雨雨。对着1月份才遭到严重的火灾，甲厝量烧了的灾民来讲，真正是无比兼轮过。We had some rain after the fires that affected this area. Some of the rain had washed a lot of the mud, dirt, and debris down. It accumulated sort of right there. We're fortunate that only a few homes were affected by the mud flow and the rain damage. Mud did get into some of the homes, so we've had residents have to dig mud out of their garages and such. 加在这摆大水河加上土石流灾情，除了厝受到损害以外，无传出人员的伤亡。因为气象单位也好消息，就讲伫这礼拜六雨势较热，这对着救灾甲福建来讲是有帮助的。公司新闻齐家林编译。2月1日是世界母语日，文化部这2日有办国家语言生活节活动，邀请民众斗阵听母语、讲母语。台顶演员刘杰顿顿由左风车剧团拍头阵，为今年的国家语言生活节开幕。下礼拜5就是世界母语日，文化部举办国家语言生活节，以舞台剧、电影、音乐，甚至是台语的美食逃脱游戏等等方式，推广台湾多元的母语。你会发现，我们都讲华语，是因为从小我们的教育是讲华语，所以现在要恢复所有被打压的语言，包括台语、客语。还有原住民语，刚才讲闽东语，所有被打压的语言都成为国家语言。生活节也有邀请册店、出版社甲长期推动台语文的民间团体来摆摊，有台语的绘本、杂志、小说等等，提供民众学习台语的听讲读写。
民间团体希望落实母语生活化，养成平常时就自然讲母语。目前这个语言权显然是失落无够。咱也是国民基本教育会当，教咱的语言是正常化去处理，就是正常的教学质素，正常的师资也是环境，安尼时阵。才会当就是讲，互咱的后一代伫咧生活中，较有可能去甲厝内其他成员去使用这个语言。民间团体呼吁政府爱为考纲开始做改变，增加母语课程的时数来推广母语。两港的国家语言生活节伫台湾当代文化实验场举办，计共有62场的活动，不只有台语，也展现客语、原住民语、手语、马祖话等等台湾多元母语文化。记者官谢桂林台北报道。全国的本土语协会甲文化局举办台语的实农教育的活动，希望亲子家庭哪讲哪学，做伙甲台语扣转来日常生活。这句台语要怎讲？低头吼，这有吼，低头就是低头，低头得骨头的，古早低头吼，毋是伫超级市场就买得到的。拢爱去 party 啊店，带大家来到田内，用台语绍介种田的家事，搁有囡仔当场挽菜头，顺续教大家实农教育的重要性。家长讲用这种方式，互囡仔学台语最有意思。我甲阮翁拢会晓讲台语，毋过阮查囝阁无啥会晓。平常时嘛袂讲，所以我感觉有办这个活动真好啊。嘛会使实在其他会晓讲台语的囡仔较有伴啦。烤了菜头，搁带大家做伙 DIY 动手做菜头粿。虽然大家骹狂手乱，也毋过会当食到家己做的菜头粿，大家囡仔拢笑嗨嗨。我感觉做菜头粿是一种对传统的思念，嘛是一个真有趣味的代志。因为咱一般来讲，尤其伫现代，即马菜头粿咱拢是市场还是超市买就有啊。但是经过这个家己做的过程，囡仔会使知影讲是安怎要安怎为米甲菜头去做一个结合。用洗菜头。过来咧，炒车。用炒车。加炒车。你爱食菜头粿吧？介意。了就是互台语会使生活化，咱透过活动，互亲子的家庭、大人带囡仔做伙用台语来生活，来做手作，来做这个体验。新北市本土语推广协会配合文化部培育台语家庭计划，除了举办台语实农教育活动以外，续来继举办各种的台语活动，招大家同齐来甲台语扣转来，建立多元语言的社会。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天气报你知，再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台温度。北部地区15度到19度，中部地区14度到24度，南部地区15度到26度，东部地区16度到23度。外岛地区11度到19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陈怡珍，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